像中秋节、中秋主日吼，正教会拢要纪念主耶稣伫即个时阵骑驴入城。伫马太福音的记载，伊嘛有伊做清册啊，有伊重点的所在吼。咱今日为21章开始讲，敢若看到11节，讲到耶稣已经挖滚耶路撒冷到伯法奇、甲橄榄山的时，这个伯法奇，各位兄弟，咱这个看了这个伯吼，伯什么意思？我们复习好几遍了。伯是什么？用伯利恒、伯特利，再搁一个伯法奇。伯什么意思？又忘记了。伯希伯来文那个伯的是什么什么之家，什么什么之乡。好，咱讲伯特利什么？特利之家，个特利屋嘞，所以特利屋就是伯特利嘞，没错，人家特利屋伯利恒，伯利恒就是我们说那个面包之家嘛，对吧？就也很肥沃伯法奇法奇的是无花果北色的无花果也可以知道这里的特色是啥物货伊到遮伊就找起两个学生，讲恁去对面会乡色，连面会对到一只驴绑伫绑咧，有驴甲伊绑做伙，解开甲牵来，有人会甲你问的时阵，你就讲主欠用伊，主欠用伊。按错边，主欠用伊。当你安尼讲的时阵呢，伊念咪会送伊来。马太要记载这个细节，是要讲这个动作后壁要发生这个代志，是要应验要应验伫圣经内面所已经写的代志就是伊下面念的讲，就甲顺的查某囝讲。你的王来就群你，温柔搁骑驴，甲驴所生的驴，甲驴所生的驴要应验这个东西。好，毋过我伫遮边有一个提醒各位兄弟，当主要所讲，有人甲你问的时阵，你就讲主欠用伊，主需要啦，主要用这只驴子，然后呢？伊讲遮个人的两面会甲即个驴送来这安尼的情形有奇怪无？那照你讲，当你讲主欠用伊，主人应该会问啥物货？我们要回到正常人的对话。你来甲我讨物件。你即马来甲我讨我的车你又开我车要创？要不？你要创啥？你讲主欠免你的车我会问啥？什么时候要还？像是主我们可以先预设这个是跟对主要所有人领班主要所有人安尼比较合理讲主欠免这，照理说你那搁问一件代志要创啥嘛？是不是？伊讲无呢，无安尼问，伊讲连咪会甲这只驴送过来互我用什么情形的是安尼？各位兄弟，我们就想象咱甲朋友的应对进退。有一个朋友甲你讨一个物件，甲你借一个物件，伊讲伊欠免跟你借2000块啦。我欠免2000块，我甲你借一个，你讲啥？当时要还，先不要管他还不还
基本上你一定会想要问他说，要冲啥？好，因为各位兄弟，你想来问为什么要问要冲啥？你知道不？要冲啥这个问句是在表达你的主管，要表达你的主权呐。就是讲，伊欠的物件要来甲你摕，甲你借，你讲会使借你啊，啊，毋过你要创啥？这句话问咧，就是要表达，这是我的物件，啊，这是我的主权，你要甲我摕去用会使，啊，毋过你爱甲我交代，你要创啥？这个没有不对哦，是不是？这该正常哦。啊，毋过伫遮，主要所交代伊学生去摕的时阵，敢若甲讲一句话，那甲你问，你就讲主欠用伊，主要使用，啊，伊就会念伊摕来互你用。安尼我要搁问各位兄弟，你什么时阵你袂去问讲，你要创啥？你要怎么用？恭贺啊！好，事先讲好了。对对对，啊，如果没有事先讲好嘞，啥？信任。你做信任你的朋友的时阵，你真正袂搁去问讲，你要摕我物件要创啥？好，各位兄弟，常常吼。伫厝里吼，叫个囡仔来吼，好，吹风，哦，其实伊的反应是啥物货？小朋友反应是什么？他如果在房间，好，你可以来讲吹风，他的反应是什么？冲啥？哦，要干什么？所以我自细汉都甲因教，好，爸爸妈妈那叫你吼，你的回答不可以是说要冲啥？爸爸妈妈若叫你，第一个动作就是走来爸爸妈妈的面头前，问一句讲：“我伫遮。”啊，各位兄弟，免笑啦，迄细汉袂安尼啦，吼，即摆啦，即摆较大汉的，伊嘛是搁倒伫伊面头前，倒伫伊房间讲创啥，吹牛。真正的啦，因细汉拢遐乖啦，吼。我讲爸爸妈妈叫你，你就紧装出来，吼。在面头爸爸面头前讲一句话，讲我伫遮，吼，我在这里。这个不就是萨摩尔说的吗？对不？我伫遮呐，吼，请你通采用对不？吼，各位兄弟，即摆咱打生细字的细囝的爸爸妈妈会记真诶，安尼讲咧，吼，安尼反复吼。我们是没有坚持太久，后来就忘记，所以他也忘记了，所以等于讲冲啥吼，有时候还不理你，假装没听见吼。所以各位兄弟，咱会当看出来，伫遮主要说基督，伊要表现的，要表明的，是伊的主管，是人甲伊的信任。然后这个时阵，主在甲咱讲话。主毋茫咱要安怎成做一个水基督徒的时阵，检查有当时咱无遐明白是安怎在安尼做，毋过咱敢真正会像这个儒雅的主人安尼，伊的表现就是，主欠面好来牵过，互主用，毋是哪牵哪念讲，较会摕我的，毋知要创啥，等者咱问互清楚，毋是。各位兄弟，咱伫咱的主的面头前，是毋是亲像即只驴？毋是即个驴的主人，是毋是亲像一个顺坦的心、信任的心去对待伊的主？伊要骑驴，骑驴的王甲骑马的王是无共款的意思吼。君王伫迄个时代，骑马敢若是要战争的时阵，骑驴代表伊是和平、平安、和平的来临，吼。所以伊最后所要表现，伊毋是骑马的王，毋是要来战争，毋是亲像以色列人一直咧听候的代志，就是一个弥赛亚出现，这个弥赛亚要伫地上建立因所仰望的。经过所罗门迄个时代，
迄个遐尼大的帝国吼。耶稣毋是吼，伊是骑驴的王。当耶稣骑驴入去即个城伫罗林的时阵，所有的人伫外口迎接伊的人，甲衫脱落来铺伫路上，吼，搁甲手机，吼，压落来，铺伫路上，是摕伫手里，吼，甲迎接欢迎，吼。即款的场面，伫一些人来看是熟悉的吼，咱遮的外邦人毋知是咧创啥吼，就是伫耶户的时代，耶户要真做王的时阵，就是安尼受到款待的吼，张基秋吼，伫遐摇。毋过伫耶路撒冷，其实遮的百姓更较有印象的，应该是西门马加比，这无记载伫圣经内面。什么意思？咱应该有听过我讲过吼，就是一直到犹大被灭，巴比伦灭掉，对波斯帝国开始慢慢转来，迄王互因转来耶路撒冷，重新起造圣殿，起造圣城了。亚历山大灭掉波斯帝国，亚历山大这少年的贵心，伊的帝国叫伊的部下分做3部分，其中管理叙利亚的这个部分，就是管理巴勒斯坦，迄个王叫做安提阿哥，伊忙要甲这个巴勒斯坦全地拢变做是咧变做一个希腊化的国度，所以伊这残忍对待遮犹太人吼，伊伫圣殿内面献祭，伊调伫献祭猪啊猪，而且是母猪，献猪来祭拜因的神明，这个犹太人受不了了犹太的祭司当场就把这些官员杀掉然后就开始有马加比运动，竟然被他们成功了成功建立马加比帝国，伫迄个巴勒斯坦迄个所在，因所建立的国家的国土比当初所罗门王更较大。毋过我讲，迄个时阵是叙利亚迄个那个国家再来就是什么帝国？希腊再来就什么帝国？就亚述迄个时代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可不像叙利亚这个那么好打的所以整个马加比王朝就慢慢的没落，到尾竟然去互因的一个城一个臣子，就是后来的希律王希律大帝吃下来巴勒斯坦这一块地方，得到罗马帝国的首肯授权希律大帝就有这个地方所以伫这进前，当西门马加比因真正光复耶路撒冷的时候，真正全城的人就是安尼来迎接迄个时阵的西门马加比所以，咱会当想象，咱即摆若转去那个时代，耶稣进城那个时候，我们来想象，这犹太人，因在挥舞伊张手机，甲衫铺伫路顶，那个场面的这犹太人心内咧想是啥物货？咱的国家安那要复兴要再一次要复兴了，想象亲像迄个西门马加比凯旋归来迄种情形，所以咱会当做清楚，迄个时阵，这犹太人心内咧想啥物货？因大声喊讲，代表互的何塞纳，伫主的名来得到俄乐，伫至高的何塞纳。
因大写画的有两个名词最重要吼，一个是大卫的子孙，好，这是犹太人在听候弥赛亚的这群犹太人，那讲画着大卫的子孙，大卫后的这个 title 其实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吼，这是个弥赛亚的名称，吼，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好，就是讲，这个就是阮在听候迄个弥赛亚已经来啊。啊，何塞纳什么意思？吼，咱圣国队一点知影何塞纳什么意思？恁唱这一届啊？啊，何塞纳意思，伊文字对面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好，爱看是要用伫什么款的场合？好，就是有当时啊是咧呼求、求救，哦，恳求有耶和华上帝即时的拯救。好，啊，毋过其实到耶稣入城迄个时代，何塞纳这个意思已经变成是比较是咧欢呼咧画的啦，吼。譬如讲，咱即马基督徒，若要欢喜要画的，画什么画？啊，哈利路亚吼，哦，哈利路亚吼。啊，咱知影是咧哈利路亚是感谢耶和华的意思。啊，毋过你咧画的时阵，你无一定你是咧感谢耶和华，对无？你敢若是咧画这爽的，吼。好，画这欢喜啊，哈利路亚哈！我画阿门吼，好，赶快。何塞纳是咧恳求上帝的拯救，啊，毋过伫迄个这欢喜的场面，就是一个画一个这大声，吼，画甲这有信心安尼画。这个时阵，圣经记载讲。入耶路撒冷啊，汤城摇晃，吼，整个耶路撒冷都被耶稣震动，吼，那地动咧，吼，震动，吼，因为最人咧画，吼，啊，震撼这个人已经去来啊，啊，有人就问讲，这个人是谁？他是谁？各位孩子，那经文读到这里，要怎么回答？他会是谁？我在画，咱大家画河山啊，画啊，边有人甲我大肩膀，恁画个遐大声哦，这个人什么人？他是谁？怎么介绍？你也讲下。刚刚不是喊很大声？刚刚是喊什么？多少是画啥？伊讲好山啊，归互什么人？代表互伊，互诶，吼。啊，画遐大声，即摆人问讲，这是什么人？你也要那回答？我们要回去那个场景我们现在不是在旁边看圣经你即摆是耶路撒冷，你是这犹太人，你画到这大声，哇，好山啊，哇，代表互伊啊，心内咧想的就是讲，哇，上帝拯救已经到啊，结果罗马帝国你害啊，你等着瞧，你完蛋了画到这欢喜的时阵，后壁人给你打，拍，这什么人？你要回头跟他讲什么？你会讲什么啦？你们都很不入戏呢，各位孩子，你画个遐大声好山啊，哇，台北个好诶，哇，画个这欢喜，这后壁人给你打咧，讲，这什么人？你要回头跟他讲什么？这话公啦，你要回他讲什么啦？你其实应该讲的就是，伊是台北的子孙，伊是弥赛亚，伊是王啊，应该是这么讲对不？毋过伊讲啥？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有怪无？看这读圣经若有怪的所在，唔通可以放过吼。这个是奇怪的回答，等于是跟你讲说，咱好多画到这欢喜，画到这大声，讲这是耶和华的拯救，这是代表好的。画到这大声的时阵，当我在甲人对话，伊问我这个什么人，我甲你介绍的，既然是讲，这个是加利利拿撒勒人，伊拿撒勒的先知叫做耶稣。你不是觉得说，你刚刚很热的场面，现在开始变成先知，各位下这先知有这无？先知多不多啦？先知无少啦，袂少啦。
个弥赛亚嘞，弥赛亚干嘛一个尔嘛？这个时阵，当在介绍耶稣的时阵，竟然是介绍讲伊是加利利。加利利是一个省吼，较大的范围。拿撒勒是一个渔村，吼，伫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各位好，这里马太福音伊要呈现的是这一群人心里面的分裂。因知影，这里是一个小地方来的先知。你咧强调伊是拿撒勒人先知耶稣的，那亲像咱即摆台北，咱台北天龙国对无？咱即摆有一个先知出现啊，啊，毋过要建队，要讲什么所在先知你会看不起的。天龙国人，现在有一个先知跑出来，咱要介绍这个是对队来的先知，你是看不起的，我毋敢讲，这是为绿岛来的先知啊呢，这里应该没有绿岛的吼。我要你去想这个感觉，好，因为咱家外邦人，你听到拿撒勒，听到伯利恒，迄拢对咱无意义。啊，毋过犹太人知影，犹太人听到拿撒勒就是什么，就跑到很远很远，跑到一块唔知什么物件。哦，那个以前是谁说什么哪个国家？跟鼻屎一样大，我没有讲哦。好，就是我要的就是那个感觉。好，各位看这，就是拿撒勒啊，这个鸟不生蛋、狗不拉屎的地方出的先知，怎么可能会出先知？起码给你介绍这个轰动耶路撒冷这人，去用介绍的名称是讲伊是加利利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各位看这马太福音的叙事者伫遮，要互咱看到一款的分裂，就是同一个时间是认为伊是啥物货？大笔的好的，伊要带来是犹太人、犹太帝国的复兴。不过同时很理性的一个层面，它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小小的渔村的一个先知，所以不用太惊讶哈，唔免伤惊吓。5天以后，港家的人画的是，甲伊定好死，甲伊定死一个。好，本来就是在心内，本来就是有隔阂、有分裂。望的是遐大，现实差这侪，这个是被欺骗的感觉，被背叛的感觉。各位下这是咱的这个时代嘛，常常是安尼。咱选一个总统，选的时阵掠做安那，大来改变，对无？台湾有希望啊！什么做咧？无够一当安那？去我骗去呀！你的恨会比当初你的拥戴更大。不过是谁误会？各位看这，是我们自己误会啊！是犹太人家己误会啊！犹太人认为这个耶稣就是这款的弥赛亚，当耶稣显现出来，不是因想象的时阵，因要甲定好死。耶稣家己心里想的是讲，我也无改变啊，我一路走来啊那，始终如一啊，我就是这样子啊，迄是恁家己误会我的，其实常常有这款的情形发生啦。常常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唔通伤过骄疑，也是去互惊到。当5天了后，耶稣基督定死的是一个，这同款的人大声在话讲定好死，不用怀疑不用怀疑。当这个期待落空，等你本来你的期望本来是一个误会时阵，
各位兄弟，咱袂去检讨，咱家己看唔到去，咱袂去检讨，咱家己的期待是错的。咱会把咱的责任推给咱所期待的那个对象，咱会讲被他背叛了，咱会讲伊甲咱骗。各位兄弟，其实无，是咱家己有错误的期待，咱家己掠做，迄个对象所想的是甲咱同款。今日的经文真短真简单，不过我犹原嘛要问一句话：你的主是一罪？各位兄弟，伫咱的信仰内面，嘛有迄个热情、兴奋的时阵，咱嘛会亲像这犹太人大声地喊：何塞那，上帝的好诶，大必的好诶，嘛有这种感情。这大、这水、这好的时阵，毋过当人在打咱的肩胛头，我差点要讲脚头虎去吼，肩胛头的时阵，问人讲：你的主是一谁？你的主是谁？可以下这，你会安怎回答？咱的上帝，咱的主耶稣基督，咱所信靠的迄个主，是咱心内想象得一款的主。这对咱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无公平的代志。伫耶稣迄个时代，有主人，有奴仆，所以因在讲主，因在了解什么叫做主。伫咱的时代，你讲主，你知是什么意思？耶稣是我的耶稣是我的主。咱现代人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各位兄弟，是没有意思的。咱我们无法想象，我们是一个奴隶啊，然后那里面有个主人，这不是咱的生活，这不是咱的逻辑。你上济你会当想到讲，我是职员，迄个是我的啥？老板、上司、头家，上济到遮尔。啊，是我是阿兵哥，这个是我的安那长官，你上济到遮尔。伫耶稣的时代，伫保罗的时代，施约的时代，我是奴仆，迄个是主，主讲去死，我就安那，我就去死呢。我们无法理解这一种关系。所以当各位兄弟，我即摆要讲的，你的主是一罪的时阵，咱要安怎回答？这个主耶稣是我的主，你的主是一罪，我们怎么去回答？当主耶稣甲你呼召的时阵，你会安怎回应？要创啥？是不是？这是咱这个时代，咱会很正常的回答。当主耶稣基督呼召咱甲伊同工的时阵，我们的反应可能也真的是会说要做什么？你要跟我讲清楚，你要跟我讲清楚要做什么会？经过我的分析，经过我的考虑，计划了后，我较要甲你回答，要甲你要带你行无？各位兄弟，这是咱的时代会受到的引诱，咱就是安尼在回应的。当咱看这段经文的时阵，咱看到迄个时代在听候弥赛亚犹太人因心内的挣扎、冲突，迄是因爱对付的，因爱去解决的。啊，当咱看这段经文，各位兄弟，咱每一个基督徒，嘛有咱家己爱去面对、爱解决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伊讲，当主耶稣呼召一个人来跟对伊的时阵，伊的意思就是呼召迄个人去死。当主呼召一个人跟随他的意思，就是呼召那个人去死。潘霍华看清楚主的呼召是什么意思？咱敢有这款的眼光？
咱是毋是亲像我，即摆我的囡仔呢？当我咧叫的时阵，甲我应一句要创啥？因为伊嘛要表达伊的主权。爸爸要创啥？迄个衫去皮皮咧，啊，大家拢是我，因拢无做。我们也会表达我们的主权。咱袂亲像迄个炉仔的主人，两面就牵互伊用。咱伫无共款的时代，共款受到主的呼召，咱真正要问清楚，至少两个问题：咱所谓即个主是一位，是啥物人？是啥物款的主？咱毋通亲像犹太人，心内想的是一款，到落尾发现毋是。